三元山中义和圣堂，三元山中义和圣堂，你看，好美好美，慈心体民乐园。菲律宾的道清啊，捐款新建了，你看，公元2002中华民国91年，91年那个秋季的大典，9月15。举办落成典礼，尽心之天，看到那个是洗心祠的，看道清了在指挥交通了，有叫基督西啊，这里有蜘蛛网，小心。看那个鸡啊，鸡叫金鸡三唱，用望远镜嘛就可以拉近了。金鸡啊。